昨晡日呢，美乡进报道南投县新义乡神木村嘅河坝路崩满的沙沙嘅，第八百太水沟后会起涨压的，还唔知到底系乜人而来起。河川区头半夜非卡嘅时间讲，应该系南投县政府来负责。不过县政府公务处今年拿出法条，讲疏通应该系河川区来负责。可能也存以规则路的多位，之前气象局有按算讲，上4日可能意味落个湿重、个大，采天几米路色才改少，唔知讲官方要打合到乜嘅时间，能会通过。呢係初三和新義鄉神木村嘅廢坑畫面，但是南投縣政府公務處派出嚟嘅人唔但參慢到，行係個藥品應驗，不止冇帶到相關嘅廢坑資料，咪無法度進行村民任何事情。初三河川區講講，疏浚應該由南投縣政府來做，但是反轉日，縣府公務處才拿出相關規定講，疏浚應該由河川區負責。會看疏浚怎麼叫道路養護來？因為我們是橋梁。懂喊啊，政府直接就喊來了。不管在水利法施行细则，或者是河川管理办法里面哈，这个我们做道路的一个单位哈，我们对桥梁的安全啊，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。可是这个疏浚这个部分啊，还是属于河川的业务啊，还主管机关还有管理机关应该还是在中央部会。之前氣象局預報時講，今年春天雨水可能會較多，呢個消息本村民接受。佢哋講，無論係咩人來負責，應該積極處理。縣政府未表示，聽說會積極同河川區參詳來清理掉泥石。就據氣象局報告說，3月已經要落海水啊！你一村啊短嘅時間冇乾淨，人家政府冇乾淨，到啲個河壩又沙沙嘅淺鐵吼，人家兩板橋就會不給沖鐵啦。我們希望說，在神木村這邊的居民哈，這個我們縣政府一定會很積極的啊，幫各位哈，這個把這個答案找到，好我們會積極的跟主管機關，就是我們講市河局這邊啊，好好的分工合作，把這件事情做好。公務處總算進行村民會積極來處理疏浚工程，但是呢時來清泥石，工程呢時會開始。公務處嘅回答是係，下次禮同河川區開會討論了後，將要發布決定。香港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